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大故事》。下破底原在，下破时下底原在，无需要流目屎。衫破伊的领原在，叶仔落树枝原在，树枝枝去伊的树身原在。树仔闭错，伊的树头原在。阮老爸虽然过身，但是伊留落来的长字牌原在。伊练拳的板头，伊的英雄气概，永远活伫阮的心内，鼓励阮的脚步。一步一步，行向更较好的将来。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大故事第114集，欣赏的是台南的黄景莲老师伊所写的《下破底原在》。选入去，咱邀请吴家芬老师为咱来讲解黄老师这首诗创作的背景甲伊的含义。黄老师这首诗是伫1989年的时阵写的吼。我个人非常的介意，就是咱一个人讲一句话，就是讲骨头原在就会生肉，所以咱会感觉讲，无论安怎，咱袂使无志气吼，人散不要紧。袂使无志气，伫这内底，咱诗咧读的时阵，感觉是字面真好理解，毋过有一寡语词，加分一时向嘛杀无，所以有来请教着黄老师。我问黄老师讲，啥物是长字？长字是啥物物件？因老爸虽然过身，但是伊留落来的长字牌原在。这个长字，就是咱伫舞这个上纲。上纲就是宋江镇吼，宋江镇台语是黄老师的读法吼，是较古早的读法，徛算保留着原底的读法是读上纲。啊，咱即摆人拢受文字拖去，咱会读啥？宋江镇吼，事实上是上纲吼。你讲上纲，长字是长字腿，是因伫舞上纲的时阵的一个鸡石头啊，而且是好戏压后哦，迄个长字就是迄个腿，长字腿伊就是伊的长度就是长字，迄个牌就是你家动的迄个盾牌，所以动车时黄景莲老师因爸爸就是伫迄个上江镇内底伫舞人这个长字腿的，所以非常无简单哦。所以因老爸迄个形影一直留伫伊的心肝头，尤其是因老爸伫练拳迄个板头，那板头的板就是模范的范，头就是前头，咱头前迄是头，所以板头就是讲一个人的迄个模样嘛，迄个款嘛，互你感觉讲足有班的。所以会使伫迄个头前，互伊一个真好的形象。所以迄个板头，咱人讲这个板头真好人面呢这会使起来做人面因为迄板头足好的来做人面，所以会使做板头做人面的，拢是上叫道的、上优秀的嘛所以因为这首诗的关系，我认捌着长字腿这个物件，知影讲原来这个长字腿就是伫舞上江上江的一个鸡石头因的武器就对啦这首诗我读到会感动的原因是讲，你一届一届安尼甲读，下破
地原在，你无形当中就会鼓励着咱家己。遇到什么困难，拢不要紧吼，咱这个意志袂使失去。咱当然啊，人生本底就是无满意的、不如意的代志真多嘛。毋过你伫不如意当中，咱嘛是爱有希望，咱对家己的意志嘛是爱坚持。这是咱的志气。咱讲人搁较安怎嘛是食一点气啊，台湾人嘛是共款啊，食一点气。所以黄老师写这首诗，除了怀念伊的老爸以外，伊嘛是借着这个写老爸怀念老爸啊，这个形象，伊也是咧鼓励家己，甚至会使讲鼓励咱所有的台湾人。无论安怎，咱都爱鼓励咱家己，咱的脚步爱一步一步行向充满喜乐的将来。黄景的老师这首《下破地原在》有来描写到练群。军后生伫咧台湾过去的农业社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去，咱邀请家己的文史专家黄德英老师来为咱介绍过去的军头师。军头师伫咱台湾的社会过去真风行啦。咱台湾以咱本岛来讲你讲军头也好啦汉文也好，人教其实咱嘛真愿意学落人教，尤其是像讲咱伫台南嘉义地区还是到高雄遮咱南部地区咱会感觉讲，若要文要武要教，就偏河通教啦。咱拢会安讲，都是拢讲偏河先，还是偏河西。偏河先就是汉文先迄类的，像嘉义的那地区过去咱甲迄个破处即个大家的时社社长杨年才，伊就偏河先。伊个就是伫细汉，伊个成长过程都是伫偏河，都伊迄个学问拢学好咯。伊则过来咱台湾本岛，因为偏河迄边歹讨趁，伊就来台湾本岛趁食，所以大多数伊就是过来教汉文，安尼就是先的。就是安，变啊一个时社社长，伫咱台湾世界非常有名。敢若我所知影的，就日本时代，就过来台湾，专教汉文，就变一个汉文的名家，嘛足受社会尊重，都名师嘛、老师嘛，伊学生嘛足济教的学生，当然大家足尊重的老师，汉文念罢，迄个偏好生的真厉害。还佫一种，就是因就是毋是文，因武嘛是教。就是毋管什么种军头，对一个门派的军术，因拢练真精。过来台湾，因就伫台湾教军头嘛。因咱台湾早期的社会需要学文的嘛，是有人咧学文啊。但是学武的，通大家身体较勇，甚至有西镇、双港等等，下即个阵头，会当留者也好，古早嘛会当做参政的保护家己的参政的啦。所以拢爱有迄个会晓军头的人，就是一个庄头一定拢有人教军头的啦，遐个人就是真济偏河人来的。我嘛捌看过一本册，前偌久早咧讲，咱台湾早期的对一个姓罗的什么军头师傅偌厉害安怎是过去咱台湾咧连续剧咧讲西丽七坎的故事像我叫西丽咧看遐个故事看咧讲曾经有即个先贤拢捌军术所以捌军头保护家己的参政，保护家己的地方嘛所以这较早这军头师傅伫咱台湾的生活上，应该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角色啦。阮老爸虽然过身，但是伊留落来的长字牌原在，伊练军的班头，伊的英雄气概，永远活伫阮的心内。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黄景莲老师写诗，王家芬老师讲解诗意，黄德英老师讲解自然文史，专门客电台制作，讲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